我们来市场为什么？因为我们要买辣椒，对不对？对，要做辣椒酱。因为什么？因为晚上我们要做那个辣椒酱，讨厌。不会。对。要做一个辣辣的。所以我们需要什么东西？这里辣椒、大蒜跟姜。好。好，来看一下这个地方，因为后面他们卖这个东西的。对。买好了，abbiamo comprato。我们有买什么？我买了，我们去这个地方比较没有那么巧。Allora, vediamo un po'. 我买了600克的辣的辣椒， Questo. 这是朝天椒，朝天椒。Va bene, è bello. 然后 Mamma mia, questo qui, terribile. 然后我买了半斤的大蒜，漂亮的大蒜，大颗的。Sì. E poi, allora questo qui è il peperoncino, quello è l'aglio e poi c'è lo zenzero. Lo zenzero. Questo è lo zenzero, che poi va grattugiato. Perfetto. 这样子应该够。 Vedi che odore che ha. Beh, sì, basta così. Questa sera, Wanshan, questa sera facciamo la salsa di peperoncino, no? Wanshan di Chai Thai. Poi già un momento la tua. Ok, poi già la. Andiamo. 好。他们到了。啊。 哦，李太太、李先生，欢迎。你好吗？好，谢谢你，好久不见了，对，没什么关门。来做那个辣椒酱，对不对？今天做的。你是老师，今天 OK。OK， 我们先上去。OK， 我们上去啊。好，来这边请。好，谢谢你们来啊。谢谢。太兴奋了。很兴奋了。 最喜欢辣椒酱了。对，我说。是吧 ？OK。对，谢谢你们来了。今天我们做那个辣椒酱。对。La salsa di peperoncino。对，我最喜欢的。allora chiediamo， 我们问一下我们的老师，今天的老师。今天的老师是我们的吕太太。吕太太，这个是吕先生。各位太太。 对，今天要做辣椒酱哦。OK。做我们江苏我妈妈的口味的辣椒酱。哦。有什么？这个辣椒酱怎么样？江苏的辣椒酱。这个辣椒酱呢，就是把辣椒买回来，洗干净，地头弄掉，沥干，然后再加生姜。对，再加蒜头，加盐巴，然后下去打碎。对。OK 吗？好。非常好，我们开始吗？ 好，成功了。好了。 你帮我看一下我们市场买的跟我们。giusto sacrificio。是。Come così non mangiare？ 对，你不要吃太多，你就是舀一点点，然后你不要再放回去哦，你放在旁边，要
咬一咬。那会说 verde？ 那个是因为还没有熟吧？我觉得只有那个而已。怎么样？会辣吗？有辣吗？有。很辣吗？有。Provo questo。试试看。哪一个比较辣？这个不牙管。谢谢。questo dopo， 刚开始没有辣，就炖下去的时候辣的要命。这种马上辣。那这是哪个比较辣？差不多。差不多辣嘛，对不对？对。questo多一点。对。questo炖下去的时候，这个嘴巴有那个辣。所以它有辣，对不对？这种马上你咬的时候马上就辣了。这个咬的时候 OK， 刚开始炖下去。这个嘴巴是啊，所以这个是有辣的，对不对？所以我做辣椒酱会成功，对不对？我最讨厌吃那个辣椒酱不辣的。OK。可以哈、哦，所以我可以用这个做吗？可以。可以。OK， 好啦，那我们不要放下去。重要去吧。简单的，它没有什么教的。把它剪掉，就比较干净。哦，好厉害。这个东西这个应该不是大家都会做这个东西。这个应该很简单，那个大家应该一般都叫小朋友去做。你看才流汗，那么辛苦。这个台湾人做得好，意大利人做不好。哦，那对，没错，是真的，是真的。OK， 你喝下去。Che bello, fantastico. 我最喜欢的。Ah, sì, lo sei talento. E adesso? 现在我们要加盐，因为我这里有1200公克的辣椒，所以我要加。Questo se tu so 1200. 200。Mamma mia. 所以我这里要放120克的盐。120克。加喽。好。啊，糖就随便了，对不对？对，糖2汤匙就好，小小的汤匙。糖一点点。Ecco. 你就放外面，然后比如说你发酵1个月，你之后再放冰箱。对 ，OK。发酵个10天也没关系，反正有发酵。好。
乖，这我有夹子。拿筷子，拿筷子，拿筷子。来试吃一下。那是啊。来，Massimo，来，你要 prima deve essere io. Il primo deve essere io. Allora, 你要说话吗？没有。我要说话，这个是辣椒啊，现做的，现做的。对，所以刚出炉的。对，还有加那个酱油，跟醋。你加醋吗？醋没有加。没有加醋，就骗我，然后醋可以等一下加，多一点。哇。结果呢？不辣吗？没有味道，不会辣，没有感觉。接受。所以会辣吗？不太辣。不太辣。不太辣。那接受。不太辣。Pronto。那吕先生试看看。这太少了。够了。我们今天做的结果怎么样？有辣，但是没有很辣。啊，所以这个辣椒是还好就对了。那辣椒你真的要发酵一下。那它发酵它也不会变辣呀。先建立。有加盐它会变辣。这个我觉得有那个辣味，可是没有那个受不了的辣味。啊，那这样很好啊，所以它是一个舒服，的辣。它顺口。对，它不是说很辣，就是吃起来不会觉得有辣味，但是不会觉得受不了。没错。所以我觉得我可以接受。民主。滚一圈多一点。可以吧？那不太辣，对不对？不是。那我觉得，但是我觉得这个辣，我觉得所以还可以吧？很辣。很辣。哦，不是很辣吧？没有，这个是有辣，我觉得啊，辣椒，我觉得有辣。哎，你们都吃那么辣？不是。我觉得是有辣的。我现在看起来发现越来越辣。是，我也觉得现在越来越辣。越来越辣，刚开始真的不会。好吃。可是我现在第二次我觉得很辣。对啊，我越吃越辣。我觉得是有辣的啊，很辣。他觉得不辣是一个原因，他刚才有吃生的辣椒，那时候可能辣度已经掩盖过这个程度这。舌尖是辣的呢。哦，越来越辣。有啊。而且它的其实姜也是会有一点，姜其实也会有辣度嘛，对不对？姜跟蒜都辣。蒜头也会嘛。但它们很融合，那种味道蛮特别的。我觉得蛮好吃。成功吗？成功。成功吗 OK。成功。OK 的。我变成了，大家都说。哦，我吃辣的脸都红了。Ciao ciao, arrivederci. Ecco qui la ciao, 西蒙要不要喝辣椒？马西蒙，你看一下我们有没有拍到？啊，吕先生，我有一个东西我要送给你。不要，这不好意思嘞。然后你一定要接受啊，对你想。有点强迫要我接受啊。对。我在教你们好看的。你看，哇，这个是我自己做的。哇，好厉害！那么厉害的路程，这个是我自己做的芋头糕。真的，你这个送给你。哇，太漂亮了。好吃啊！你看拿出来一下。你看好漂亮这个。哇，这我好漂亮。赞哦！谢谢，不会。马西摩做的。给你写。藕龟挑。对，藕龟挑，台语叫藕龟挑。真的很棒。